就是讲哦，热刀吧，哦，今日来所在用不柴的六个头不柴安尼，一无所损，全部啊，拢无受伤害啊，就是讲伊头嘛无挂咧啊，身躯嘛无受伤啊，这意思啊。老师讲，就营销到敬讲不暇，加讲不久，居虎逆天，不虎逆天。敬讲敬的讲不暇，而且哦，这人哦，老好过来啦。这敬应该是讲咱啦，平常的心情的款。你来讲是无经过这个物件，而且讲敬讲这。敬讲不暇，加讲不久。所以就讲哦，平常的心情，所以讲也得啊，嘛是就啊，开回应心来人啊，啊无你来叫伊讲的话，平常已经发生咧，你去甲开做的心嘛是啊，所以讲这个嘛不会。所以讲来讲啊，但係即係年咯，其實他自己嘅講就係只乎逆境逆境，我家無呢，我家欠金錢啊，我只欠金錢啊，無啥物條命，無啥物條這命，变成嚟讲轻松轻福，但是轻松轻福。